饿呢，饿了咋整？要不然咱仨再去趟市场吧？还去啊，大哥？今天去，听我的，来。啊，行。啊，豆腐，哎呀，豆腐，豆腐不错，给我来一块。好嘞。大哥，这葱咋卖的？1块钱一把，来哪把？哎，哪把都行啊。多少块了啊？当然给我来点锅。来点锅啊，来点。站住！别跑！走。我错了。跑啊！好啊，不跑了。好啊，好啊。no 皇冠给你戴，哦，你要么么踹啊，好像有人在。嘿嘿。卖西瓜喽，便宜大甩卖哦！哎，这不是牛哥吗？是啊。来吃看先。好的。还没给钱呢？还要不给钱呢？不给钱我做生意我吃什么啊？那你给我早说。我说了你会吃吗？我没有钱。没有钱把台留下。好了。看你怎么看，不然我就收拾你了啊！还敢吃霸王餐？鱼来卖鱼来，纯野生水库大鲤鱼来，来。卖鱼来！这啥鱼啊？这个三道鳞多少钱一斤？9块。10块钱啊？哎，三道鳞。这啥鱼啊？大鲤鱼吧？多少钱一斤？7块5。啊，鲤鱼7块5。哎，这个呢？这是啥鱼啊？小鲫鱼。多少钱？6块钱。6块钱。兄弟看来哪个？啊，我不买，我就打听价。过2天我也在那边卖鱼。啊，你他妈给我扯什么高照呢？扯啥呀，哥俩？卖鱼让我给打成价了？打价还不让？滚！有机会打一脚远射漂亮，成家了！谁？石头撕这牛皮！我这两脸，哎哥，救我！怎么了？一边玩去！哎，咦，他妈的！神经病吧！我要谢你，没事吧？你看他妈屌孬，哎呦！Thank you。哎，文文，我那个鞋子放去哪里了？站着。